了30还有6样买个呢。6英寸的榴莲蛋糕有没有？有的，来一个。姐你真爽！速熟的3A 金枕榴莲，纯动物奶油。乖乖，一人蛋糕一人边玩，啥意思啊？你最好还是不要动。一个颜色都不出来个像啥辅导一样哇！这里还加了1半当3王，怪不得一那样程度，哎呀，亏他个奖！我们公司在马来有自己的果园，一连龙，姐是配套1层带皮，100克榴莲，那5层就是整整1斤榴莲肉了。对你当心上瘾哦。已经12年抽他停车费还要冲进来。姐，你的蛋糕好了，5公里免费配送，要不要给你送回去？我家离这里10个5公里。看来你是真的上瘾了。拜拜。哎呦，奶奶，你实在来还吃我们蛋糕啊？不吃饱来看啊？那么100-200块还半3桌啊？我又不是的嘛。那么我也分开你吃啊？吃才是可得些呢。死搞了哪有那个种男人的啦？你感谢些的。